Hello， 大家好，我是玉婷。今天呢，没错，这是我的第一支 vlog。好，那我今天要在家里拍这个画亚克力油画的 vlog， 然后突然间从直的镜头变成横的镜头，感觉超怪的。今天呢，我要听音乐，然后从音乐里面呢去做一个即兴发挥的抽象亚克力油画。好的，就是可以看到我家到处都有我的画，就是平常很喜欢去外面的画室画一些亚克力油画，然后就会租他们的颜料、他们的用具，那他们也有画架跟画布。那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天要在家里布置、打造一个可以画画的空间，所以我就决定用我的家里的客厅的电视桌，但是因为怕它弄脏，所以我们需要前置一些保护的动作，所以我准备了一个轻便雨衣，让我把我的桌子给保护起来。现在来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是我的亚克力颜料，然后是24色，然后这两个是我自己加购的漂亮的颜色，蓝色跟灰色，然后还有非常重要的白色颜料，在任何的颜料调和的时候都需要用到白色，然后还有非常简易不过的3支细笔、1支排笔，然后还有今天的画框，以及非常重要的调色盘，也是简易的。然后这是纯属我个人偷懒滑手机用的手机脚架。再来是吸水纸，非常重要的吸水纸。然后最重要的是水桶，但是因为我家里没有那种漂亮的水桶，然后我也找不到保特瓶，所以我就用了这个香香洗衣球的盒子。好的，我们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那在来开始画之前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要静下心来，然后要去泡一杯咖啡，好好的沉淀一下，听个音乐，想想今天的音乐会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觉。这是我们 Long Life 上的火箭杯、马克杯。先来杯咖啡，提神一下。这就是我刚刚听了音乐想到的颜色。这样镜头看起来好像这两个颜色有点像，但其实它是深的还是浅的。然后这一头很明显，就是我挤太多了，一个悲剧。但我想象中听起来的感觉，我觉得这幅画会是一个偏灰蓝色。然后它的爱恨情仇，我会用红色去点缀。然后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个让我觉得是在迷雾中的闯荡的一个女子受伤的心情，所以我大概会是用这些颜色去调和。那我们就开始咯。好的，我刚刚就是费了一番功夫在做打底的动作，然后因为这个颜料呢是我平常比较没有用过的颜料，然后我觉得它蛮难调和的，所以在打底
混色的时候有一点困难，然后就花了很大的功夫。平常打底就是蛮简单的，就是让它调和一下就好了，然后还要用吹风机吹干，所以颜料我觉得好像也是要试过几个牌子，自己上手最重要。然后就是刚刚吹风机吹到一半，腰有点酸，然后肚子有点饿，是画画的时候吃一些零食是必备的。然后感受一下音乐，觉得这是我最放松的时刻。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去外面的画室，我就在家里做了这样的事情。好，差不多也快吃完了，画也干了，那继续画下去喽。好的，我第2层的底色上好了，也吹干了。第2层底色呢，就多了一些笔触的感觉，跟比较深的颜色，然后是我想象中的背景的颜色。那接下来第3层要来开始画一些细节跟抽象的具体的色块，但我今天因为没有要画很泼墨式的画法，所以就没有穿围裙，应该不会碰到衣服吧？不然其实平常我在画室画的时候都会穿一个围裙，因为就是站着，然后就是比较挥洒式的画法。那今天就是在桌上比较小心一点。好，那我们继续来画下去。刚刚就是在厨房挖了一个海绵，异想天开的用海绵作画，发现效果还不错，晕染的效果还不错，所以呢，就是最后再点这个几个亮的地方就好了。我觉得抽象画真的看得出来一个人的思维跟个性。像我觉得我的笔触比较碎，就看得出来我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人。因为我刚刚觉得画面上看起来比较暗一点，所以我就点缀了一些白色的东西，浅色的色块。我必须说，我真的不是专业的，非常好。一个碎念的状态结束这一回合。OK， 就这样，画完了我今天的身骑白马的抽象画。当当，是不是很抽象呢？因为我觉得抽象画呢，它就是没有一定的答案，没有一定的观看的角度，所以我觉得它这样直的看，或者是横的看，各种角度都有它的意境，都有它的美。那我今天画的这幅画呢，我觉得它是这样子，我心目中的身骑白马是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在战乱之中，然后有它的血泪，有它的战乱的痕迹、打斗的痕迹，宣告王宝钏，然后从可能海边啊，然后到曙光，各种等等的，就是抽象画奥妙的地方，在于它欣赏的角度可以有很多种，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身骑白马的抽象画。期待可以在下一次的 vlog 再画别的画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咯，拜拜。